因为你知道牧场会产生很多的废水出来，那我们以往的话呢，我们会去就是经过我们的污水处理设施3段的处理之后呢，它会直接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排放也不是随意排放，我们也是有去跟水利会申请排放许可证，那去排放出去。可是它会依照你排放的量然后去计算你的水污染防治费，所以这笔费用也是变成是我们一个成本。以前的废水没有，就是都是直接排放，然后那个沥出来的那个牛粪啊，都是请人家载，然后一趟大概都3500啦，然后1个礼拜需要2趟。我们是在107年就加入这个计划，那发现这计划对我们牧场的帮助很大。除了污水得到处理之外，主要是我们的牧场我们会去租用农地，然后来种植牧草，之后收割给我们自己的牛只吃，来减少成本。畜牧粪尿中含有氮、磷，这个可以作为那个作物的那个肥分元素。然后我们把那个粪尿中的那个尿畜牧的那个尿液，经过厌氧发酵成藻液藻渣之后，它这个肥分高、臭味低，可以施灌到农田，减少那个避免土壤酸化。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畜牧产业发达，而畜牧产业要有序经营，一定要重视环保。台南市环保局积极推动畜牧粪尿资源再利用，让畜牧废水转化为农地的养分，回归土地。环保署更大力支持补助购置藻渣藻液及运输车辆，提供免费集运及试灌服务，期盼更多农民加入，让环境更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环保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推动藻液藻渣的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那基本上可以达到最基本的2个目的，一个是减少土地跟河川的污染，另外一个部分是藻渣藻液的这个肥分的再利用。那台南市呢，目前呢有188家的畜牧场呢去接受我们这样的辅导再利用的计划。那也因为推动这些计划，我们每年大概可以省下来了74万吨的水，同时呢也省掉了大概185万的操作费用。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不使用化肥了，所以呢肥料的钱呢也省下来，大概有580万左右。所以这样的一个节省的效益，再加上减少污染的效益呢，我想是值得推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还有更多的畜牧业者呢，能够去加入我们这个藻液再利用这样一个计划的行列里面，让我们的台南市的畜牧业呢更发展，同时呢，我们的污染也可以更减少。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赶快先来关心议会市政总质询。台南市环保局禁止民众使用无透明的粪扫地政策，将于10月份开始实施。虽然拄开始会以款倒为主，明年才开始处罚。不过议员詹培雅认为，既然要限制塑胶，就应该为源头管控，临时处罚民众。议员詹培雅的市政总质询，首先向市府卫生甲环保局的人员来致敬，因为卫生局不管伫个疫情的控制、甲疫苗的施打，互台南市连续10多天来零确诊，对卫生局甲医护人员来表示敬意以外，接煞嘛为环保局的人员来签名，因为疫情的关系，餐饮业只会用外早，造成民众家户的粪扫量增加，不止清洁人员不足。而且服务的面积嘛比别个县市搁较大，因此希望市府会用个编列预算，增加人力。另外，伫个环保局禁止使用无透明粪扫袋的政策，议员嘛甲环保局来提出进一步的探讨。伊个垃圾量的增加吼，一袋一袋吼，我看咱的迄个清洁人员安尼大干的吼，安尼把迄个垃圾吼，遮大袋拢牵去垃圾，真
回收物爆量的特别明显的。哦，对，没错。我那台车有听载到半路就已经满啊，还佫另外一台车来比较。我想大家拢足辛苦，而且暴增的垃圾量啦吼。我感觉咱的清洁人员一定要增加啦，吼。应该对吧？对，无唔对，吼，一定要增加啦。你甲看，咱拢比别县市，你甲看做较济，面积佫较济。我毋是算人口数尔，我包括你一定要算伊的土地，土地面积嘛，来计算安尼啦吼。市长。我想今年的预算呢，今下年度的那个预算的话，这个清洁人员的增加一定要编预算。民众每天必须用，我希望不是开发民众啦，是要控管源头啦。是，我这是一个重点。这个我们都跟几个我不是不支持，我唔是不爱支持这政策，这政策嘛是好，对未来对咱的一个大环境是好的，但是也不应该有很好的对策，不应该来反市民啦。要控管源头，希望环保局对这个我会多加劝导，尽量用劝导的方式。对，用很好的，有什么方法会当一致卖来处理这方面，尤其是这届大家拢失业，疫情之下，真可怜啦。除了关心环保的议题，另外议员嘛为地方的建设来请命，尤其市长所提的3提升、3永续的政见，包括环境、文教、交通、甲大以及健康等。其中文教方面，对原有的小巨蛋到未来科学馆，虽然中央的经费一直增加，但却无下文。议员希望会用赶紧来动工。今年到4月，伊讲阮咱教育部长林次长讲寻求协助，就是要争取经费。伊是今年4月争取经费，市长，你是明年动工，这时程跟那有差距呢？而且我打电话问我们的教育局的时候，我们教育局说，目前原则上，行政院会支持本案进行。市长，今麦4月，明年4月才会动工吗？这个科学未来馆是不是市长的新愿景的文教永续是明年4月动工？这地吧愈调愈大地啊！对啊，是咧骗你，还是调工甲你调工讲因为经费济无法度做？但是如果这样子，市长，你身为台南市长，那我被你视为党纲说真的啦，如果说是要我就会先求有再求好。那他一直还没有之前，就一直在饼越画越大，这个不是我的作风。但是因为不是你的作风，市长。但是因为这不是我能够负责的了，所以说我会尽量去跟中央要求说，好啦，你们先给我一个就好了啦，不要在那边画大饼。我会跟中央这样反映。另外，伫个大交通加健康方面，市府的目标每年会起2000户的青年主体，以及立体停车场。议员嘛希望市长伫个任内会用个全部来动工。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7月17号开始，新营会增加2场疫苗注射。议员沈家宏因为看到侪长辈注射疫苗有真侪问题，尤其是线顶误药，所以伫个总集船都呼吁市府爱积极协助长辈。另外，目前幼儿园开放部分学生到学校，议员嘛关心是毋是有做好防疫工作。议员沈家宏表示，针对溪北地区，目前还有70岁以上的长者，到今还未接到疫苗接种的通知。怀疑是毋是系统出了问题？对此，卫生局长表示，对7月10日开始，所有接种的民众拢是以中央系统为主。如果名册中还未注册的民众，嘛会自动转入去系统内底，方便通知。明明应该轮到他被通知了，却不被通知的问题。好，也希望说，我们明天开始也有加码2场在我们新体育场嘛。我有看到，那是以唐凤的平台所预约的为主吗？有开放民众预约吗？因为我看预约的那个比例好像没有满额嘛。对，跟议员报告哈，从今天开始的都是以我们中央的大家所谓的唐凤系统了，因为他要预约才有疫苗来，但是我们也是努力把一些原来65岁以上把他
还没施打到的转到这个系统去，但是还有少部分他也不愿意，可能还没办法被通知的，好像非常少部分的我们也在协助，在这1、2个场次协助他们施打但是因为这1、2个场次是 AZ 的，有些长者他如果不愿意打的话，可能就要再等一下。目前地方的疫苗注射主要以 AZ 为主，另外议员针对日前 AZ 疫苗注射了后死亡的案例，请市府说明。局长表示，目前台南总共有22例注射以后死亡的案例。经过调查，基本上甲疫苗无直接的关系，拢是甲年纪以及慢性疾病所引起。目前台南市有约 AZ 疫苗接种的嘛，将近7万人。那么多的案例是打完之后有死亡的案例，这到底我们有没有去统合这些死亡是因为什么病因来造成？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一些可能高风险的人来注射其他疫苗？22件有部分的经过我们的鉴定之后，其实都跟疫苗没有直接关系了。都跟疫苗。但是第一个是因为第一波施打对象年纪比较大，年长者本来心肺功能就比较差，所以有一些状况，我想未必是跟疫苗有关系。但是因为在第一波施打就有一些状况，所以有一些长者会被讯息而影响到，会害怕。但是我觉得这一些讯息应该是我们都有一直在让大家知道了哈，可能是因为可能每一案例都希望说可以让布达给大家知道是不是因为打疫苗，可能恰好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就有什么问题来导致的啦哈，让一些长辈，因为我看那个 AZ 预约平台上面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啦。不会，因为目前台南市要打 AZ 的好，就纯粹打 AZ 这一波有快7万人，有快7万人，快7万人，对，也是不错。但希望可以再踊跃一点，是，那下一步已经27万了。疫情期间，针对幼儿园的恢复上课。有真侪家长因为必须要上班，将小朋友送到幼儿园，实际甲学校统计人数，对原先的7%，到近增加到10%。市府规定，一个班级上侪会当容纳4个学生。另外，幼儿园的成本增加部分，议员嘛呼吁，除了中央补助以外，希望市府这边嘛用提供更较侪帮助。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国际移工因为无法度伫台湾考驾照，所以大部分拢用电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不过，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了后，速度拢真紧。一旦发生事故，移工逃走，根本就找无人负责。议员李定国就建议要赶紧修法。市员李定国表示，外籍移工伫咧台湾因为无法度考驾照，所以干那会当用电动自行车来代步。不过，伫咧电动车改过了后，有当时速度会比奥多摆搁较紧。如果若发生事故，因为无牌照，民众就会找无人通啊赔偿。对此，要要求中央应该较紧来修法规范。移工他们可能明明就听得懂我们讲话，可能甚至他还会说国语，但是在这边就开始咿咿啊啊、支支吾吾，好像什么都不懂。甚至他旁边的一些中介公司就开始诉说了很多美丽的故事。说这个移工在他们那个地方，什么乡下地区，家里面有几个兄弟姐妹，有父母亲要养，他一个人只身来台，在那边很辛苦的工作，但是他的钱几乎都寄回去。然后讲到后面那些凄凉哀美的故事，我后面其实，在整个处理的整个协调过程，我都想直接跟我们那个受灾的台湾的国民跟他讲说，干脆这个钱他们也没办法去付你，干脆我来支付你们的损失。为什么移工都骑电动自行车？因为他没有办法考台湾的驾照。对，这点我觉得我们会跟立法院党团来做建议，因为我不是立法委员，我不能提议了，但是我可以做建议，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国外的时候念书，我们都可以去考当地的驾照。没错。那他们来我们这边就业，理论上只要他的身份证明是很完备的。他应该可以考台湾驾照，这应该可以开放了。我觉得其实这部分，一方面是对移工本身是一个保障，一方面对于道路交通秩序也是一个保障。我们会跟党团建议除了关心移工的坐姿甲理赔，另外议员嘛关心永康的地方建设，包括离王公墓市地中划，市府要安怎甲东桥炮校，阁有离王公墓的用地做整体建设甲连接？
阁有国民运动馆的建设。虽然当初中央开放地方3个点规划，毋过后来煞干那要兴建2座。虽然对这件代志，市长答应中央若无爱起的话，地方就要家己起。运动馆规划议员嘛以外国的趣味弹跳设计做鼓励，希望跳出即马国内制式化的运动馆风格。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天坛5条港商圈14号才带关键防疫物资，予台南市立病院。16号再度来到中西区公所，关键防护衫、防护面暗各300套，希望伫第一线服务民众的公所甲卫生所的人员更加有保障。考量到区公所以及卫生所爱执行中央甲市府的政策，定定需要伫第一线面对群众。台南市天坛5条港商圈结合所有理干事以及防疫统治国家队巨阳公司的资源，将300套防护衫、防护面罩捐予中西区公所以及卫生所，由区长肖泰华以及中西区卫生所代理所长庄美心代表受证。天坛5条港商圈它是我们新兴的一个商圈好，那他们除了致力于地方上一个防堵之外那对于这次的那个疫情虽然说也影响到他们整个的一个经济繁荣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公益事业也不落人后了那所以说他这次也是那个捐赠我们那个防护衣300套，还有我们整个防护面罩也是300件那这边感谢他们的一个辛苦那这边也谢谢我们整个所有的防疫同仁大家一个辛苦了那我们会更加努力的为大家的一个做服务。COVID-19 的疫情的严重持续在燃烧，然后在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的中西区，我们的区长致力于纾困的工作，还有我们卫生所的所长也忙着帮我们在张罗打疫苗，还有一些现场第一线的服务人员，所以让我们很感动。那在这个时候，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呢，我们天坛5条港商圈还是秉持着支持医护人员，所以我们捐了300套的防护衣，还有300个防护面罩。天坛5条港商圈不忘以实际捐赠防疫物资的行动，疏解政府机关医疗物资压力，也让身处防疫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会当安心工作，帮助台湾会当早日脱离疫情。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日本伫6月4號、7月8號送台灣237萬劑 A 類疫苗以後，日本方面伫日前再次宣布，要個提供台灣97萬劑疫苗。市長黃偉哲特別訪問50箱台南優質的愛文酸亞，和駐日代表謝中庭，轉送予相關的日本人士，感謝因對台灣的支援。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伫目前全球疫苗拢供不应求的時刻，日本政府再度伸出援手，捐贈 AZ 疫苗予台灣，對着台灣疫情的防治有正大幫助。為了表達感謝，市府特別空運250公斤的台南愛文酸亞予駐日代表謝中庭，請伊代為地政府協助疫苗捐贈事務的地方幽靈。台灣跟日本的友誼，是非常深厚的。那尤其台南，是。日本朋友很喜欢吃芒果，我们的特色的爱文芒果。那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赠送台湾大量的疫苗，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们。除了让我们许多芒果可以让我们许多的日本朋友们在日本帮忙出力的日本朋友们可以品尝到台湾优质的芒果之外，我们也请驻日代表处谢长廷大使能够帮忙把芒果分赠给日本的友人，包括安倍前首相，包括他的弟弟岸信夫防卫大臣，还有可能安倍，还有许多日本的国会议员。那这个部分也谢谢驻日代表处他们的一个协助。那当然
夏合营大使功不可没。那我们也赠送一些给这个夏合营大使。另外，许多台南市的友谊城市、姐妹市，这些我们本来就已经预算好要赠送他们芒果，那这次也一并来赠送给他们。日本送予咱的第3批疫苗，伫15日到台湾。伫台南市送予日本的山影，也伫同一天运到东京。并由助力经济文化代表处行政组长洪英杰以及秘书邱金瑜协助转正。我们希望台湾旁顶的爱文山影，会当予日本朋友感受到台湾满满的诚意。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为伫永康中正南路270号头前的林兴道改善工程，原本是好意，希望换新的地桩，做好人车分流。毋过伫施工以后，自贡新障协会等身心障碍团体，却发现林兴道有缩减，希望交通局重新改善。为了永康中正南路270号头前，即只将近200公尺的林兴道工程，当初就是民众真情地砖破损，加上落雨的积水，所以交通局会同东区公所来进行改善。不过因为改善工程将林兴道对原本2米9缩低成2米3，村落内空间也做停车道，引起无障碍协会等身障团体不满，所以因实际到场测试。2台轮椅根本无法度烧闪，除了不满多年来林兴道无人关心，现在却向向改成停车道。换了以后，林兴道敢拢是这个模式，要求重新检讨。今天呢，来关心这个永康区中正南路呢270号前面这一段人行道的问题，因为整个我们大台南地区呢这一段台一线省道呢。车流量非常的大，非常的多哈，尤其在行人跟行车安全，每天有上万、几万个人从这边出入哈，要上永康交流道，还有到市区必经的道路哈，所以这条道路对我们每一位市民来讲都非常重要哈。尤其我们交通局呢，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在提倡我们人本交通，我想呢，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最基本的人行道的问题，因为我们人行道假如说你没有办法。构造好的话，把一个人行道好好的提供给我们每一个行人来行走的话，根本一个整个大城市谈不上什么人本交通的问题哈。会中议员蔡小伟甲李启伟马龙校长关心，要求林兴道安全性，唔通因为要设停车位，却牺牲用路人的权益。对此，交通局嘛答应做出改善。因为现况大概。人行道宽度大概是1.5米呐，那这边大家今天的共识也府城这边也都同意就是我们会把人行道再适度加宽到2.3米那刚刚各位也有看到，增加到2.3米之后，事实上我们的就符合我们身障团体，它事实上2台轮椅是可以交汇的做进出。如何处理停车甲人行道空间的平衡，让用路人甲行动无方便的人拢会当安心使用，相信这是人本交通的精神。台南新闻管局刘品言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